手把手，祷告手。上帝是我们的避难所，是我们的力量，是我们随时的帮助。钟贤哥第一次生病之后1年多，第一次坐火车，很担心，但真的来到了这个现场时候，发现有随时的帮助哦。站务人员台铁告诉我们，我们只要买轮椅票，它会有专人服务之外，哇，它还有特别的器具帮助我们哦。亲爱的大家，我们来分享一个今天上帝怎么成为我们随时的帮助，透过什么人献上感谢，我们也成为谁的帮助，是上帝扶持的呢？代祷，我们有没有需要神帮助的，求神来带领。我们的家庭也一样，总是有在那个困难的时候，我们曾经经历那随时的帮助是来自于神的吗？手牵手，祈祷的手。